那么是大地里面县城一上，从前2年都在到县城，因为呢年轻人嘛，那么路啊领应该提前一返票，那么侬哥哥自家参加上县城一上两里，那么从周家到参加上搿个来，蛮可恶，出张也蛮毛，搿个要看出张多。那么一天落雨来落雨，出张丫头比也些跑来跑去跑。那么一落雨嘛，连只呀往太湖头在泥浆湖被他打了些，这走拖啊，有一面是落雨落来慢呀，落来都在水里面，落来这拖啊来把来踢他，哇，搿个嘛蛮可恶。那现在呢，到参加上了，那后来慢慢就多了，那么但是要处理开始，一步一步伊拉发展，但是要但几年以后，那么开始，那么那个厂里啊，建设也蛮好。头一家从2楼开始，到后8一楼开始，8一楼开始后出来嘛，开始谈市场处理，市场处谈了几年以后嘛，那么慢慢就比后嘛比80多，那比80多楼里，做起了4、2楼，那么俺们就搿些一直开地表车。开来开去，把人家开到把人家家，自从那这里那9年开始，大毛厂上位谁搞王面厂以后，4、2楼做到阿家家门口，随便还是到把人家家门口，做干嘛要他要走过去一段路，每一段上高要走起来上高山又来海为好。那么一边嘛，老百姓嘛也方便，有哈事体电话，现在用电话，阿家拿着手机电话，么把人家在阿家现在有啦，有哈事体来血啊，可把人家80岁老娘啊，还有个那可他高血啊、糖尿病啊，可他去搞放毛干毛，对给他养生保健，那个样子做到吃来么强的，我要吃来够要少油少糖，所以要做到。小吃来吃对来嘛，有点那石头树，那毛鸡头发，伊拉那个样子，我又吃来过啊，要那么吃的，也食道在糖尿病那么觉得食道控制，吃那个低的么子，我又多吃，你身体不里头多吃到跑起来，那么有的吃酒咸盐，吃咸盐这样嘞，加盐酒，我又觉得觉得自家身体呢，有自家要多些注意，多吃的。老实体都吃的食道吃以内，现在人不是营养缺少，现在人营养过多，要自家要注意保重。特别有的个老人，特别走出去看他高，随地，看他带多，那么看他带3样。工人们呢，不像现在农村里面呢，蛮热闹，抢挤嘛，在走来走去，到多年30嘛。马鱼马鸟啊，那么抢几边在上门来做客人，一年一套来办头，有的子女们买的保健品啊，那个送给爷娘，让他身体也健康。那么对抢小百姓嘛，到你家头嘛有红包，那么大娘在帮小寨红包，那个的小百姓也蛮开心的。那么老娘啦嘛，看见咱有班头嘛，女姑娘来团聚，搞赞。差现在啥不主要一单能够热闹开箱，那么抢救嘛走来走去，还让着你们工作上班，大家也在蛮忙的，也不来不去啥。那年头了嘛，到年初一般休息7、8年天了嘛，大家走来走去，一家阿姐妹子、弟兄多里、娘多里，大家嘛走来走去走趴嘛，大家也蛮热闹，过也蛮开心的。毛爷娘，那么娘来阿拉娘们到女姑娘台走抢救，也蛮有效的。年头了，在家在空啦，都搿意思了啊。人家要是左右有钞票，随便在买得啥哩，是搿意思。蛮方便，做工人嘛，买点鸟，杀点鸡，杀点鸭，那么买点鸟开油头，现在呢不点这个了多嘛，搿能介工人，现在也是多，辐射来的妇女来的多，做个买对上来，没这个那个买来辐射也是这个多了。咱基本地址过年里一大要2丫头烧羹呢要不吃的，把到过年，那么听了年年有余，这个好听好菜了，
这个意思咯。我吃哦，那么8块啦8啦哦，那么都开里去吃啦。过年搿搭你我吃哦，这个意思哎。其他为其他么？其他一般也在吃不了。搿早讲么，你再吃来都吃不了。啥菜是必须要的？菜也没地子、这地泡，这个那个有那个菜。年糕有啊？年糕那个这个都没，哎，年糕那个这个我吃的，肚子了还搿个没，哎。粽子呢？粽子也没，那个这个没，搿个子哎。那过年要自己做粽啊？今年这种要过年前搿年，偏那个是大年30要先过几做粽，先过先做粽过时，那么再吃年饭。那就么。搞了8点粽子，那么一扎一扎，那么撒酒，那么让老祖宗先当祖宗，那么再自家过年，这个那个。具体俺们也过这也不过，我在看见呀。你看见嘛？搞了把什么粽子把面，那么撒点水，那么8点块，那么过老祖宗吃。没有一大就比老祖宗不会修在了地考了，对不啦？平有，没有老祖宗没有了。哎，到那个商娘的嘞，要到时呢，那个时候嘞要到家乐去，那个地区嘞比较有偏僻的地方，有啦南面靠门口，北面靠五花大个区，蛮偏僻的。到时到有种嘞要8扎大人过去，到下家都8扎大人，到有种嘞要礼拜6放假了，礼拜2上一年就要到学堂里去哦，夜头还上自习课。搿辰光老3年了就还到有种哩，要去搿辰光要摆大船。那现在做摆大船或摆桥，现在把人家车子调起回来，去在后头车子再送个马路在通啊里啊，造桥啊里，都变化大，天差夜别搿辰光。那到时候讲大姐妹矿内学堂在落水免费的，搿辰光在矿内在学堂里来落水来免费的呀。不该就先号头了哈，哎，搿辰光有种哩，读书到初中到3年嘛，搿辰光学堂里大侪做过，那学堂里就读书，课喏，大量出啥课，那么伊大侪做过免费读，这个意思啊，搿侬小学来啥地方读的？小嘛也无法度读，后来初中嘛到梁山有中读。哎，到初中毕业嘛，前头关了文化大学嘛到中哩，文化大学到中嘛后头来。生活买哩，只有4个米线到小头农场，要么只有回到农场，嘛，我就前2年开始到茶店上，伊拉到现在，杨根呢岁数呢才5、6年了，老早退休哩。那么就是年轻人强往不走，伊茶店上个地方高。那么他要大学老去啦哦，要到3年要考到正式正规学堂。那么再要实习毕业出来，那么再发张医师证书，有得开处方钿哦。一般人那个实习了，没得开处方钿，晓得吧？就是这个。那么现在嘛，那大牧场只有建设来装菜2个大的并拢来，只有2个医生，一个像3个医生，伊也年纪岁数大里，也退休58、60哈，像侬这老几岁了嘛，也用不上哩。那么现在年轻人嘛，别人啦也需要来需要就讲便宜。那么主要厂里向主上乃至上一家医院也蛮重视农民啦看病，种种啦看病方便。葛么之所以讲平常在那还留啦，这个勿是讲那用不上哩，这个意思，晓得吧？啊。那厂里向也蛮关心老百姓，看病现在看病专家来高上里啊，走了绕过来看病出着多了还要，搿那个出着只有5分盐的忙着爬来，不有几角盐的呀？爬去现在也爬去，出着都1年爬几个啦。有一个时期老远老来给他拖啊，搬来一楼呀。搿对比了你勿好走呀，来像小方条来无间来无那个你走也走不通啊，比头痛啊。那么现在出着几个了，那现在出着数啊里，勿比老早。夜头做个夜头啊，红比呀红老远也要去哦。有一年天理想好些，车子走路一头走，砰就一个吓得来，也要去出着。现在出着数啊里，勿比老早辰光。老早辰光出着多。
比现在嘛老早出招嘛，搿个嘛钞票大钱，一个高高上来，现在做家毛病也多，一个把人家吃来勿卫生，吃搿个物理水，现在嘛侪吃搿只自来水，那大里上哈娘一边喏，搞山里头烧，一边做家吃搿只物理水嘛，伊拉勿晓得咯，就搿吃嘛来得三病毛病多，做搿只水检查了也蛮好的个啊。那么吃着丫头，有的丫头比人家上午感冒过吃着嘛，哪个只个鼻头有，那么自家也解决不了，没办法，也想里几个多点，别人也过意勿去，自家嘛也没得随便也没能了，有的饿了啥，过了也没办法，有的国家路去支援多，要不有一趟送一个别人到地检院里，搿种个还药钱路上方便呀，就那个药钱又到住到院里去。有一个人方面过去，在西施店里呢，那个送到家路，可以一道送到地检院里，可以送就先包送去那个，到搿么查点啥了，慢慢活年了，也蛮辛苦，不是？现在那个嘛，自家岁数有那里，出着破里，在左下头呢，一个老娘也有过看病，搿老娘有年300多岁。老夫妻侪勿家的，那归家路去勿着，对伐？一牙子中了肺炎，那么也有呢，那么归家讲，说那两夫妻老大家照顾好，也没吃脏，李大话，搿多喝点水，擦嘴呢，饭吃了嘛，吃点早，要长家有眼希望。那对吃勿吃嘛，肚皮我勿来哦。开大家老娘伊勿懂了，伊说吃饭多难做，我多做饭吃了勿好，对勿啦？勿容易消化。么过那烧点白糟汤，给他加湿，给他搞，对不啦？给他修摘啦，有的鱼子，给他弄到家老是好老娘，那个。那么有的老娘呢，修摘啦，再去上班，也没空照顾搿个老娘，晓得伐啦？也蛮埃么上也蛮可以的，特别同我娘老勿起搿点大老娘，也蛮可要当然对不对？那么有的，葛么那天搿眼都晓得，葛么也蛮好，就是搞农场里80岁老娘伊快乐着了，有搿那活妇娘来打衣裳、扫地皮来做三饭后，搿老娘啊，在家喏伊给他活事唻，搿那老娘扫地皮。那么倒毛堂，给他聊搞赞，对，有那个吃就搞个每个菜里现在有搿那个80岁老娘啊，好事来蛮好，天到老娘屋里向，他屋里是后来嘛做别家客做给你做别家一步一来，做别家吃是一路抢少里了，屋里自家搿种个辣因为对嘛。毛病介容易肚里胀，一般嘛啥，有点嘛喊侬办侬嘛。不过做家啥事，现在来得抢少，现在这个辣，现在这个屋里是搿么凑勿来哦。后来屋里是看嘛，每家人家一步讲不，做别家做搿一边扛一只奖，搿么更加抢少里了。那扛奖后来嘛自来水的，一步好一步，搿一年比一年好，一年比一年进步，这个对，弄来好啊来个啥？有的嘛，现在晓得了，高血压、糖尿病，那么心血管毛病蛮多的。因为现在搿点人呢，吃来好，又吃来多，大家晓得伐？那么在吃来么泡呀，高血压人蛮多的，个。那么有的人嘛，高血嘛，将来想到屋里来血压到院里来血压，有的实在高，给他到院里去治，给他去高了嘛，做到去治愈了。最多家里去看，上一家去搿个社区院去看哦。那么上课时嘛，一般感冒嘛，也稍微差一点样嘛，几年天过脱了。医院里做人嘛，报销80%，自家出2%。有的矿内户啦，要出来少，只有一番，再一比例比矿内户的矿户搿点，只有一般人就报销80%。到区家到社区院嘛，报70%没涨。看这个，高费区家医院不错，那么现在让跑搿医院来，跑到厂里来，没涨，减免，侪是减免没涨，蛮好诶，钞票搿出去平噻呀，是吧？现在搿只像侬啊，特别对农村搿只医疗保险看病，别人家是晓得有个呀，对，就是有眼只慢性毛病，超过几万钞票，就是搿能介。他有的，不过上过去大病也超过钞票嘛，他区里也再量啊有再保。
这错故事也好播。我跟那个具体播啊，具体播大一多语言那不播呀，只不过过一大谁的过大那些都是把老手就去播的，那个有厂里些人不知道，我是俺那参加手知道，哎。那么就是看到，做梅香饼，那个过血、糖尿病、老年80岁起跑出去练血，看到谁的，看到那个应该注意的啥，个过的，跟那个那么练血，过他们多运动，活动，走嘎走。让上面在运动，过的活动，为啥就要活动，你咋个过的过的，走那么不来哦，也小没走，有点嫌疑啊，就啊，过的个嫌疑嘛，手茶将来小茶，酒嘛是来给他将来手茶，对不啦？那个小头那个那个想学个目标还没多的，有点差不多，哎的过他们将来手茶，过那看他搞，看哎的别差个差不在里个。也问也不知道，觉得注意对自家身体个，有的老人来搞起也没，有的人活动嘛也听不讲，活动别的，一旦没有做家务也，觉得自家做了动所以动走也是一种活动咯，对不啦？有一部分老人也有做呀，对不啦？我要做啦。羽毛手拍手下，头脑个羽毛嘛也是一种活动，因为头部血络相对很丰富了。怎么有的老人看他搞，拿去看他练血，看他搞，看他谁的嘛，他也没开心了，他有飞鸟来个，这个嘛练血，搞了这样那个的呢，娘俩没说医生，那么就做过来我够走到，娘说。2个大的至少一说，连2个年长人，4个人，也无所谓，还有3天多好像3个6、8、5人干了呀，没多呀哎，就现一头当山噻，西面看里面靠浙江门口，外面就靠湘潭县盖头，那一个面嘛又靠李家古这个大理哪里没山哦，对吧？搞了路啊没得哦，那个厂。这边他们都平也没好，因为大毛厂平常谁搞王面厂啦，晓得吧？搞了3万100搞了做起来搞起啊，过来上面厂里些厂在都还没种子没归乡那个的萝卜乡，特别些厂啥的也没归乡，厂里些还没种子，对吧？那么在区社区上也来1个季度来出来学到。也来哦，就是搿日子那个都出来学到，有学到过了的人，也是来到厂里向来，从卫生室来。那么俺那拨了去通知，过啥来空房来你学到，也蛮方便开的个是这么，那就是早去嘛，就是搿个厂里向2道那搞起来，也早去那又弄来，也各方面有拨谁头，对不啦？那么在有的方面嘛呢。厂里2都没有，别让那个厂里向嘛，在个做手工各方面啊，有的个呢，那个到别地去像钞票没了。那么一旦有发展外地个的做手工或早发展的，将几年的农民富裕起来，一旦做手工过的。那么路面的路那是呢，那些年的。哎呦，这搿种农嘛往农，现在的呢，有这边呢，伊搭有弄一个哈儿公园过白些，搿种值得实现，还往上疲劳嘞。原来厂里向2个厂取钞票取的，那个厂在卖了，钞票才会个还多余的嘞，搿厂来装菜来其实蛮重哦，有了比你我比那局长长来要厂长搿点厂里来得侪做。那个厂在中厂，对吧？不种啥？现在那2年开始，13年开始，地在不种，流水脱，流水上面帮900块的流水帮同意，我在某一个路边来补上拨脱了个，流水脱，流水，偏那5给5的哦，各帮厂里向流水脱吧，1年4500块钞票没拿，那个意思何必？流水脱，流水帮厂里向，
那么刚刚没有呢，有点像不写做个蛮好，不是？一做么做啊，娘里都有点年纪里，那么这个一年时间嘛，收入还可以啊，一个干么的哇。啊，那个这个是以农业为主，工业没边然后出来打工，哎，再到外头去打工哦。有么挖早菜，各个地方侪有那个毛工啊。你去唱搿把小头跳边上的，侪跑了外头，哎，侪跑外头多。你侪跳的老年娘比老娘的这哈个晓得，当然这小头娘边上的，不到啥哩。